没有这首没有升，这首是到6楼而已啊，刚讲了。唱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新闻，跟选举无关，就是我们的歌坛呢有一个我自己很敬爱的长辈退休了，然后他不唱了。前几天唱完，对，他不唱了，然后也是因为他，我赚了不少，对吧？也是因为他，我有从小很多很好的音乐养分是来自他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，在我的粉丝页私讯我说：“你好，我是黄明志，我想跟你合唱一首歌曲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你是诈骗集团。”然后几经求证，果然他是真的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要跟你合唱这首歌曲，因为我觉得小哥不会答应。”我说：“那如果我不接，你觉得小虾会接吗？”就笃定了，我不接，小虾也不接。所以这首歌呢，虽然有点开玩笑，不过这是我们就是致敬的方式，向我们心中永远的男神费玉清致敬。而这首歌有一半的歌词呢，我不会唱，因为那是海南话，那唱了大家也听不懂，所以我们最有才华的山太子老师把它变成了台语跟国语版，大家来听。不知道。台湾来的领导，家住在林口交流道。公司派我去海南工作赚钱养妻小，这里的妹子真多，看得我忘了我老婆。男人的天堂，天天下班夜场去报道。我对这座身家兴头，逐工咧做，行艰苦，算到我是水开甲。大大都能卡车会爽，不到海南岛，不知道身体不好。一丛小麦，常搭配水蛇腰。到了海南岛，才知道身体不好。看树上两根的叶子随风而摇。
歌词有进阶版。